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嗯，老师，我今仔日来底听讲，这是以前有钱人的厝哦。今仔草地人啊，草地人诶有钱人啊。草地有钱人的厝。啊来，老师的后壁是妇女团体，真是即拢是阵教会内底拢有妇女团契。我拢有。壁遐就是拢妇女，因就是妇女团契为名叫做妈妈小组。哦，对，听讲吼，我若生伫以前诶迄个时代吼，迄个爱听查甫诶哦，安尼翁无伫诶时爱听囝嘿。奇怪，即阵仔想嘛差不多是安尼呢。翁无伫诶爱听囝嘿吼。以前诶查某吼，无论是伫足济国家吼，无论是台湾还是我今仔日看有一个国家讲，差不多10岁就结婚，因为吼，为虾米诶？因为因吼，迄年岁就是结婚诶岁，含伊诶嫁妆共款啦吼。就是你若较济岁，你着爱互伊较济嫁妆，所以迄父母着较紧甲囡仔吼，甲查囡仔嫁出去吼。毋知影吼，恁诶故乡吼，马来西亚听讲嘛是有即个以前吼，有查某吼，妇人人嘛是无啥物地位，所以毋知影讲恁诶所在是毋是有安尼吼？较紧嫁，因为安尼较少钱吼，嫁妆会当传较少诶吼。所以咱今仔要来讲诶，即个是一个互咱台湾诶妇女有机会，有啥物机会？就是捌字，搁捌道理，搁毋免听查甫人诶，家己会晓读圣经。今仔日咱要讲诶有其实两个啦，应该是两个，因为因两个拢带做伙。所有讲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因两个人去传福音，会当讲一个是算做较公共诶，一个是较软正诶，两个人配合起来拄好，所以因两个不是拢带做伙。因即个咱台湾应该吼。对，咱头足久以前嘛有讲过即个吼，即个姑娘我大概会记自由咱咱较早有讲过。对，咱嘛是要来讲安平教会安怎开始诶吼，来个安怎设立诶？对，咱今日要来讲嘿。后壁阁要讲圣经内面吼，有一寡袂当直接翻诶台语哦，听到最后嘿，老师继续。咱先来看背景吼，就是讲正个宣教师来台湾，正个为虾米因两个会来？就是讲较早咱知影有一个李秀牧师娘，因为拢计划已经有奉献300箍，毋是啦300英镑啦，就会当来设立一个女子学校。因要去诶是因为身体诶缘故，就倒转去英国。倒转去以后，就拢无阁有人来。所以虽然中英，就是讲女中迄阵吼，当然也未伫即阵诶女中诶位置，还阁伫新楼啦。新楼女二诶姑娘楼已经起好，毋过起好以后，就一直拢无宣教师来，因为迄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咱知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诶是1944年，有一个诺曼底登陆啦，诺曼底登陆，伊就是讲对法国因为法国是互德国占去所以英国联军对英国要反攻，就是爱对英国派入去法国，爱经过迄个海峡。有足侪人去真有名电影内底也不是咧做。1944年诶6月7日，诺曼底登陆以后，就慢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当讲得要结束啊，德国已经拍败，日本也已经投降，所以在1885年诶时阵，1895年啦，1895。1895是第二次，1885这是另外啦，这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所以毋是第二次，我拄则讲毋对啦。
1887年2月14日，女中学已经姑娘楼已经起好，毋过拢到迄一日1887年2月14日就开学。以前也未来，后来就开学，1884就起好，1887才开学的。就是讲伊进前是离因为1885年是有派两个，就是朱玉安姑娘嘛，甲一个叫做后壁迄张南美讲另外一位姑娘两个人做伙来，两个人做伙来，因为女子中学就会当开学，开学因就伫遐做老师兼做校长，一面厉害呢吼，因个甲所有诶算术啦、地理啦、裁缝啦、个卫生啦、汉文、圣经，其中圣经是主要诶科目，伊要甲所有诶学生拢总甲教真正诶基督徒。是，所以礼拜嘛继续教安尼吼。伊除去教册以外，佫有关心心脑病院遐破病诶人，佫有关心所有弱小诶囡仔，教会主日学，所以有那是做主日学诶第一任校长，就是无你的呢吼。另外一个参与做伙文安姑娘是一个较斯文诶一个啦。文安姑娘是甲拄则诶朱姑娘做伙来，共一日来台湾共一日派去中华。伊伫台南遮到派去中华是1919年。是，所以咱迄个伫网络查无伊当时生啊，伊咧看重别人诶比家己较重要所以伊嘛较无声吼，所以毋知影伊当时文安姑娘，咱来看清楚。来先来读一个圣经好啊，马太福音28章19节，讲所以恁着去调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因就是安尼，因两个就是安尼去足侪国家，愿意去传福音就是爱甲万百姓拢做啥物做招来做万百姓拢甲因介绍，甲基督的福音来传落因。安尼，今仔佫有人咧问我讲，你佫去教册无？我讲毋免教册啊，即阵爱叫人来做啥物学生，圣经诶学生爱继续教就对。而且伊是教人学白话字，就是拄则我头切先讲诶迄个厝，我后壁即个厝伊拢会去别人因兜住着，教伊伊除去学校以外，去外口因为教会所有诶囡仔，也是讲查某人，拢无机会通读册啦。无机会通读册，因就无法度看圣经，一定爱靠别人来解说。毋过通到遮遐尼少啊，要安怎有人通去甲伊解说？所以伊较紧教白话字，然后因就晓看白话字圣经，就免我靠别人是。所以因安民教会设立是因诶一个唱词啦，就是讲伊拄朱姑娘伫放假诶时阵，就1891年是倒转英国，伊知影讲台湾即个所在上重要诶，就是讲查某囡仔实在地位足低，足可怜诶。讲上重要就是讲爱有三宝啦，走三俗啦，我们叫做三宝迄阵拢伫厝里生囝生囝因拢袂去请查甫人嘛查某人免讲有医生来帮伊生囝，并且台湾拢无，拢无伊讲上重要诶这，所以伊等英国诶是较紧去学走三术，伫遐学了，倒转来台湾，倒转来台湾以后第二冬拄着安病有一个叫黄少年女士伊诶新妇兰善，
伊咱省较早诶人，你知影，逐个人拢嘛会晓讲台湾话。即句讲生囝加手芳，生书四块芳，就讲生囝等于是活死伫遐咧拼命，拼会过，你著会当食麻油鸡啦，麻油酒鸡，若生袂过，生袂过著四块芳。四块芳什么意思？直接摕去台。对，四块芳就是咧棺材的意思嘛吼。所以因会介绍以后经过因的厝边介绍，讲新老病院有一个朱姑娘会当接生，所以伊就来帮伊。结果两个母囝拢平安，就足欢喜啊！足欢喜，一直到1898年的2月19，迄个朱姑娘因拢不时去拜访来，伫迄个黄少年女士因兜来开报道所。欢喜当然啦，朱姑娘啦，文姑娘，还有一个万姑娘啦，因有3个人一直拢不是，搁甲伫台南太平间遮下晡时就是讲拜二就是下晡的妇人人的祈祷会。其实这个祈祷会就是后来发展成做妇女会啦。伊就组织所有妇女来祈祷，伫遐来传福音互因，对安尼来开始安平教会就安尼设立。所以因的设立是1898年的2月19。有人讲话有人听，安尼就对啊。因为因开始的拢有知识，会晓家己看圣经。是，所以就这个祈祷会。拜二妇人人祈祷会就对遮开始，一直来推广，推广到南部所有的教会，逐个教会拢总有祈祷会，妇女祈祷会啦。到今仔日，咱教会内底叫做妇女会会叫做妈妈小组，就是专门拢妇女来组立的一个会。系啊，以前主要咱姑娘台南牧师是当，直到1910甲调去中华，就是因两个做伙调去中华，因为中华迄阵有中华教会、中华病院，搁有遐真欠少需要教育遐个人，伊就伫遐来教罗马字，伫遐做方针，所以因两个就调去中华。因为大部分的宣教师来拢来伫台南，台南是个大所在啦，所以拢来伫遮。是，所以伊就伫66岁才退休吼，迄阵66岁算足长退休。退休等于英国，搁7档后，算做伊调去中华搁服务7档啦，伊伫台南服务25档。调去中华以后，搁服务7档。伊等英国以后，文安姑娘咧，搁7档，搁继续伫中华服务7档，拄伫中华服务14档，甲等于甲退休啦，退休等于英国。两个人就是将台湾遮个女性的地位提升足悬。因毋若讲会当做因的代志，佮会当做社会上，教会内底较早毋捌听过有女执事，毋敢讲长老一定查甫人咧做，哪有查某人做长老？其实中英女中毕业第一届毕业的就有人做长老。有足济伫教会内底有足济服侍。是因为即个中英女中，培养足济有厉害的人才。因为伊主要老师拢甲因教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因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圣经有讲吼，认捌上帝就是智慧的开始，智慧的开端。所以是真好的一个开始吼，对台南啦，南部的台湾吼。
北部台湾就是马街迄阵，嘛是有伫北部淡水遐有女性诶一个学校吼，啊来即个是南部诶吼，就是我后壁即个啥物厝，迄阵诶人用砖仔起诶厝。是即阵安平啦，安平阁有啦，安平阁有保留，安平教会边仔诶厝，就是还阁是生做安尼。想袂到讲这已经是迄阵上好诶厝啊吼，是砖仔厝，啊无拢爱困迄个竹仔厝对无？老师困。拢竹仔，像阮兜着用竹仔，啊用竹仔做，啊甲迄壁用土落去抹。安尼，咱今仔要来讲圣经内面袂当直接翻诶即个台语。圣经内底有，咱看中文圣经，啊要讲做台语，有诚济困难吼。毋过咱甲迄个较特别诶所在摕出来讲吼。啊，圣灵伫台语内底就讲圣神。圣神，其实拢讲圣灵足济吼，足济人讲圣灵啊，伫逐个圣经有讲圣神，啊来要去用着去。你着去传福音，你要去传福音，你着去传福音吼。啊，晚上讲暗上，无人安尼讲吼，讲暗暝还是暗暝拢袂要紧。阴暗。黑暗。黑暗。黑暗啊是讲暗暝吼，啊是暗暝都拢对。啊早晨，早晨直接翻来讲早晨吼，啊安尼听着真无好听，啊无人听有，所以早起，今仔日早起，咱要来去爬山，咱要来去佚佗。是。啊，生命来讲活命。生命，有人讲生命呢，但是。人讲活命。活命。啊来，昆虫毋是昆虫哦，是讲虫拖，毋捌听过呢。虫拖，因为圣经台语诶圣经就讲虫拖，就是表示所有诶昆虫啦。是讲蠓啊、蛾蠅啊，还是甲草啦，还是讲什么草莓啦，拢总叫做虫拖。啊来，牲畜真生啊。真生着爱讲真生哦。啊，繁多呢，就是讲济。啊，至于论到什么代志安尼？论到啊来，于是讲就安尼，于是我就去散步了，就安尼我去散步啊。去散步，是安尼。于是就是就安尼。就安尼，好，安尼会晓。敢若即个通拖会晓。观众朋友，你感觉知影有一寡什么台语是圣经内面？对啊，你看即个梅秋，伊嘛是讲第一摆听通拖。昆虫叫通拖。即本做少人讲啊。通是第7音对无？啊，即摆变第3音叫做通拖。中央为虾米一位老师搁讲一摆？就是讲两个字若是要念做伙，较有完整的意思。你干那一样就无意思。你看第二样的精生来讲哦，精无意思，毋知影啥。啊生你嘛是，你一定爱两样念做伙，才会当讲是牲畜。清晰通拖，中迄个话就是讲，变成两个字爱念做伙，袂当拆开。袂使拆开讲，但是做嘛是有意思。做，咱拢讲做，无讲犯罪啊。爱讲早晨，讲早起，早起两个爱念做伙，还是会早时早晨啊。是早起。
活命着去，你着去。这拢是爱两个，迄个一话就是讲，这两字袂使拆开，拆开就毋意思是无共，有可能。意思拢无共，一定爱念做伙。是，好，安尼多谢老师今仔日甲咱介绍诶，就是其实世界顶悬吼，因为我即阵看有全世界佫有10个国家。因诶女性吼是足无权利，因可能袂当出去做工课，头路袂当食头路，讲话无人听，来就像老师讲诶吼，翁无伫诶伫厝边爱听囝迄之类诶吼，佫足早就结婚，所以因嘛袂当受教育，对无？所以咱也是感谢足侪宣教师来遮拍拼。为着咱诶女性来讲话，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是女性诶，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者。今仔你会当来遮听，佮听有，这嘛是真无简单。咱嘛是希望讲，即阵吼，老师讲有迄个，敢若会晓讲台语对无？伊袂晓看。袂晓讲中国话，国语袂晓看字。袂晓读个，袂晓看。对，所以咱嘛希望讲，即个人呢，伊嘛会当有机会当听着圣经，听着福音吼，好消息咯。那你若边仔有遮朋友吼，你嘛会当介绍吼，咱诶上帝是看重，无论是女性吼、囡仔人吼，就是较无声诶人吼，上帝拢有关心，拢知影，拢会听着恁诶声吼。好，安尼后礼拜一个 AM 同款吼，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1点10分吼，佮做伙来讲故事。咱后礼拜就是新年初3对无？吼，所以咱伫遮要先甲大家恭喜哦。恭喜！是，就是讲，多谢吼，有人祝咱新年快乐啊吼。对，就是过年恭喜，来吼，大家拢平安，无论你要去佗位吼，算欢喜吼，健康安尼，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多谢美秋，多谢美华、明辉，新年恭喜，大家平安，多谢老师。